今日咧就收到美國銀行嘅一個郵件啊，咁我發覺好離譜嘅一樣嘢。咁點離譜呢？就係佢發咗一條郵件過嚟，就係話以後佢哋同我哋用戶嘅合同呢，嘅法律條文裏邊規定呢，就即係更改成只能夠使用個人仲裁同銀行進行一種即係話即係糾紛嘅處理，只能夠通過個人仲裁。咁我一睇完呢，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唔合理，所以呢，我就馬上諮詢咗一下Cloud，咁呢就問佢呢種咁樣嘅操作是否合法嘅先？因為點解呢？作為合同法裏邊規定嘅話，係必須係雙方要公平平等為基礎嘅。咁如果你單方面提出更改呢一個法律條文嘅話呢，而且係對客戶方，即係我哋即係儲蓄帳戶嘅用戶嚟講係唔公平。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你正常嚟講，你係同銀行有咩糾紛嘅話，你應該係通過法院去處理，係嘛？咁樣先至比較公正。因為美國嘅法院係有陪審團制度，咁能夠公平公正去處理呢啲問題。咁仲有一個呢，就係集體訴訟。咁佢係唔允許你通過集體訴訟或者係集體仲裁，係嘛？只能夠採用個人仲裁。咁就即係對個人嚟講係非常之不利。咁Cloud 佢就係講呢，就係話喺2011年嘅時候呢，就係已經係多方面提出，即係對銀行系統私自提出呢一樣嘢嘅話係不合理嘅。咁啊，當其時呢，係最高法呢就支持咗銀行，認為佢哋可以咁樣做。咁啊喺2017年嘅話呢，美國嘅金融管理保護局啊，亦都覺得咁樣係唔合理嘅，所以呢，亦都提出咗相關嘅即係話建議，即係唔能夠俾銀行咁樣做。咁啊，但係國會呢，亦都係否定咗呢一樣嘢，允許銀行咁樣做。所以喺法律層面嚟講呢，銀行佢單方面咁樣做呢，係合法嘅。咁作為我哋以前做開財務就知道啊，你啲仲裁嘅話呢，係會有一個咩？佢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執法機構嚟嘅，佢只係一個好似中間人咁樣嘅性質。即係你兩個人嘈交咁樣，仲裁其實呢，就係佢好似中間人話你啱啲啊，定係你啱啲，即係咁樣。佢冇一個法律效用，即係幫唔到你乜滯。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咩咧？你同美國銀行係美國嘅第二大銀行啊！如果你個人有咩糾紛嘅話，你同呢啲咁大嘅機構係嘛？你要同佢去仲裁，根本上你就唔使玩係嘛？無論人力啊、成本啊各方面，你都肯定係搞唔掂嘅。而且佢仲要唔俾你參與係集體嘅訴訟啊，同埋集體嘅仲裁。係嘛？即係你想話去拉下旗仔係嘛？企下邊係嘛？沾下邊啊咁樣都唔得，佢必須要個人咁咧，所以對個人係非常之不公平。咁咧，但係佢呢一封郵件咧，佢有一個鏈接，佢就係話你可以登錄呢個鏈接去確認或者係否定呢一樣嘢。所以 Cloud 咧，佢馬上提醒我，佢就係話，佢既然有呢一條嘅話，你應該馬上入去。否定咗佢呢一條嘅即係嗰個點講咧？更改協議。咁因為佢話，因為呢個條款咧，佢只有30日時間。如果你係錯失咗呢一個時段嘅話咧，佢會默認你應承咗。所以咧，我就喳喳臨上去否定咗佢呢一樣嘢。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係話真係個人仲裁嘅話呢，其實係冇得玩嘅，係嘛？因為你作為一個咁大嘅銀行，你點解要出啲咁樣嘅條款呢？係嘛？因為我哋作為個人嚟講，同呢啲咁嘅大銀行係嘛，邊有得攣嘅啫，冇得搞噶嘛，係嘛？所以今日喳喳臨發呢條信息呢，就係話希望如果收到美國銀行嘅呢一
種郵件嘅情況下咧，咋臨自己去登錄，好簡單。佢因為佢有個鏈接，我頭先試咗，我已經取消咗。點入嗰個鏈接，然後咧佢會發條叫你發個驗證碼，咁你登錄咗入去之後咧，咁你直接就否定咗佢，咁就 OK 噶啦。咁就以後就唔會有呢啲問題。以後你同樣可以去同佢打官司。咁啊，當然啦 ，Cloud 亦都係建議你嘅所有嘅否定嘅呢個程序啊，將佢截圖保留好，係嘛？以作為以後你自己嘅法律嘅依據，係嘛？咁啊，希望對大家有用啊！呢個信息係咁，拜拜。